鹹濕拉手、流動炮房、最鹹濕嘅日本車企，佢真係好鹹濕啊！蘇沒錢改裝嚟啊！翻上世紀80年代嘅日本，汽車成為咗越嚟越多年輕男女 date 嗰陣必不可少嘅神器。揸住部車兜風，成為咗 date 嘅其中一個重要環節。有咁樣嘅一個背景，咁一啲價格 OK 合理，個樣夠索，配置又得食，個內籠都見得下人，性能又唔差嘅車，成為咗嗰陣嘅年青人，主要係啲麻甩佬嘅首選啦。呢啲車大家叫佢做 date car， 而帶呢種 date car 熱潮嘅就係喺1982年出世嘅本田第二代披露。佢呢個非常 sporty 嘅低矮外觀，令到大家眼前一亮。佢嘅性能出色，點講都係本田第一部有180表底嘅車。佢嘅配置超晒班，哇 ！JDM 第一次出現嘅4輪 ABS 喎。可能買呢部車嘅人唔係好 care 呢啲嘢。不過全系都有嘅電動天窗，你試諗諗，夜媽媽車住阿伴侶去到荒郊野嶺，夜闌人靜，打開個天窗睇星星，幾咁 romantic 啊！等啲氣氛渲染得差唔多，呢個時候剔一下副駕位嘅呢個拉手，啪一聲放平張副駕燈，等啲氣氛更進一步啦。以下節目部分內容涉及成人情節。點解本田要將個靠背嘅拉手放喺呢個位置呢？冇人知道，但只要你足夠麻甩嘅話，或者你已經可以理解到本田嘅一片苦心啦。可能係佢嘅動機太過明顯啦，所以呢條嘢當時有人將佢稱為 Scabbard Leather， 即係鹹濕拉手咁解啊。當年究竟有幾多個人因為呢條淫棍得手呢？冇人知。反正呢一代披露喺全球賣咗超過60萬部，而且後面本田喺其他車裏邊都有加入呢個配置，可能或多或少對於減輕少子化呢個問題都係有啲幫助嘅。嚟到90年代，泡沫經濟爆發啦 ，date car 唔再係年輕人嘅 dream car，大家將目光轉晒去嗰啲合製車上面。本田亦都喺1996年帶嚟佢哋嘅合製 SMX。除咗喺同類車裏邊幾有個性嘅樣之外 ，SMX 最大嘅特點就係車裏邊嗰套可以完全放平嘅凳，非常之適合車中泊啊！再加埋當年 SMX 嘅廣告語係戀愛飼養。所以嗰啲麻甩佬車迷又發揮咗佢哋嗰啲主觀能動性啊，幫佢起咗個花名，叫佢做 Hashiro Labuho， 即係流動情侶酒店咁解啊。嗱，當年究竟有幾多人用 SMX 嚟爆房呢？冇人知。反正呢部車當年賣得一般，但因為佢嘅超強實用性，大家對佢嘅評價都係幾高嘅。嗱，嚴肅啲咁講啦，雖然呢兩款車都有啲黃色嘅噱頭，但佢哋本身作為一部車，都展現咗佢哋同對手唔同嘅獨特賣點，將本田既然嘅想象力展現得淋漓盡致啊！至於依家嘅本田，哇，你睇下部新一代披露。